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0年9月初2。咱今仔日的经文上款是诗篇第1节到第4节、13节到18节。伫出埃及记是第7章14节到25节。马太福音12章22到32节。今仔日要甲咱三角要分享的是封闭。咱已经有讲过撒旦的权柄，还是讲撒旦的溃力，还是撒旦的工作。当然，咱拢知影，上帝的权柄，咱嘛确信上帝的权柄是赢过撒旦的权柄。虽然咱基督徒，也是早期这信徒，也是以色列人，却是一再会跌落伫撒旦的陷阱内底。咱若准用提摩太后书第4章，保罗互提摩太的批信的中间，讲到基督精兵的概念来看基督徒的性命，那安尼咱可能爱用一句话来做比喻，就是讲骄傲的兵必败啦吼。咱做伙来提醒吼。可能真侪时阵，咱认为我靠上帝是全能的至悬的吼，真有可能是安尼，咱就会失去谦卑，失去警醒，就失去封闭的心。当然，然后咱就会因为骄傲来失败变做败兵啦吼。咱大先过来看摩西啦吼，倒转来看伫迄个出埃及记第3章，摩西受呼召的时阵，这个时阵是算中期的尾吼，第2个时期尾这个摩西，好哪亲像变做一个足无信心的人，甲迄个第1个时期出手拍死埃及士兵的埃及王子，好哪亲像真无共款啦吼。但是咱可能会当用另外一个层次来看，伊有无解共款的所在，无解共款的所在。做埃及王子的摩西，就是有迄种过分的把握，伊真有自信，所以拍死埃及的兵去互知影了后，伊讲一句话，这个代志可能拢去互知去啊。这个事既然会去互知，去互告密，有可能去到伫这个法老的耳孔内底，所以伫短经文的记载中间，咱看见伊选择来逃走。然后咱看见第2个阶段，摩西去互上帝呼召了后，伊好哪亲像是一个被改造了后的摩西，伊顺服伊的丈人，所以帮伊丈人咧顾羊。伫出来记第3章第11节，伊讲，伊甲这个上帝讲，我是甚物人，竟然会当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对埃及领出来。然后伊阁问上帝，我到以色列人遐，要对因讲，恁祖公的上帝叫我来恁遮，因一定无信我，也毋听我的话。必然要讲耶和华并无向你显现。然后伊竟然阁伫出埃及第4章第10节的这个记载中间，阁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素常毋是一个会讲话的人，就是对你的奴仆讲话以后，也是安尼。我本是一个喙真笨的人。13节阁来讲主啊，你愿意派啥物人，你就找啥物人去。减说咱会当讲摩西找真济的理由来提示。另外一个方面，其实咱会当看伊讲，摩西看见伊家己的缺点，伊的软弱，然后伫上帝面头前来提出来。所以咱看见上帝安怎来甲回应。上帝讲：我必定甲你三角地带。你将百姓对埃及带出来时，恁伫这山顶来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找你去的证据。上帝阁对伊讲，伫这个第3章14节的所在，
上帝对摩西讲，我是自有永有的，佮讲，你要对以色列人安尼讲，迄个自有永有的，找我到恁即个所在来。上帝佮对摩西来安尼讲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讲，耶和华恁祖公的上帝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找我来恁遮。耶和华是我的名，直到永远，这是我的纪念，直到万代。迄个后壁就讲，你去招以色列的长老，对因讲共款的话，一直重复。所以伫17节讲，要将恁伫即个苦难的中间来带出来，去到伫应允之地然后来到伫即个所在，伫遮来敬拜上帝。这是出来记第13章第14节到第18节。对伫即个对家己无真有把握的摩西，上帝嘛用无共款的方式，就是互伊的竿仔来变做蛇，安尼来回应。伊讲你手伸出来，摕即个尾溜，伊要伫你手中，佮变做竿仔，所以会通对竿仔变做蛇，蛇变做竿仔，安尼互因会通相信恁的上帝。祖宗上帝、亚伯拉罕的上帝、以撒的上帝、雅各的上帝是恁显现。伊要代表上帝的权柄来到伫遮，接续咧，上帝佮用伊的手，互伊变做太过病，然后佮医治的神者。所以，咱对安尼整个的伊佮上帝对话这中间，看见摩西将家己的软弱摕出来面对。然后学习来倚靠上帝，我想这就是伊咧带领以色列过程中间真重要的代志。伊凭借着上帝的同在，上帝同行，摩西会通赢过一摆搁一摆撒旦，也是这埃及正神明的攻击。伊凭着毋是伊用过所捌的这个埃及的正神明，搁较毋是家己的气力，也是讲足够讲话做王子的气力，毋是。伊所活可是迄位伊本地无解熟悉，却是呼召伊的全能的上帝。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基督的权柄，讲伊赶鬼的权柄是对别西卜来。可能因对摩西记载无解熟啦也毋知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渡过10个灾难，毋是凭着正神明；过红海嘛，毋是家己的气力；出旷野嘛，毋是借着金牛的引带。亲像耶稣基督回答这人讲的：“独我若靠上帝赶鬼，就上帝的国已经到恁啦。”咱应该爱防备，亲像法利赛人这种错误的心态，佮爱防备迄种撒旦的权柄。上好方便就是看到咱家己的不足甲软弱，然后穿着圣神的军装，咱来甲主同行，拍一场美好的战争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0年9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到第4节，13到第18节。出埃及记第7章14到25节，马太福音第12章22到3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防备。我们已经谈过了这个撒旦的权柄，他的工作，他的能力。当然，我们知道上帝的权柄，基督徒也确信上帝的权柄胜过撒旦的权柄。虽然如此，根据圣经，根据很多的历史分享，人们无论是基督徒，或是以色列人，或是早期的基督徒也好，我们总是会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跌落在撒旦的权柄陷阱里面。为什么？我们若是以提摩太后书第4章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提到的基督精兵的概念，来看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，
我们可能可以引用那一句成语说骄兵必败，来提醒兄姐。应该是不少人会认为说，我依靠的上帝是全能的，是至高者，所以我们就会失去信心，失去谦卑，失去了警醒，然后就失去了防备之心，然后当然呢，就变成败兵。我们先来看看摩西。我们若是回到出埃及记第3章，摩西受呼召的时候来看，终极的摩西似乎成了一位没有信心的人，与那一位可以出手打死埃及士兵的埃及王子来看，判若两人。但是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或是另一个层面来看，其实是不一样的当埃及王子的摩西可能就是过分的有把握，过分的有自信，所以他就想说他可以打死人，没有问题。后来被揭穿以后，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是必被人知道的。”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竟然会被知道，而且可能已经告密到法老王的耳朵去了。因此，他后来选择了逃亡，然后呢，被上帝呼召。这个时期的摩西，可能就是一位已经被改造的摩西。我们看到圣经记载，他顺服他的岳父，帮岳父照顾羊群。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11节的时候，他这样子对上帝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？竟能去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？”然后他又问上帝：“我到以色列那里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”他一点都没有把握。然后出埃及记第4章第1节，摩西又说了：“他们必不信我，也不听我，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。”然后他竟然又在这个出埃及记第4章的第10节找到这样的借口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平常不是能言的人，就是从你的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。我本是拙口笨舌的人。”那13节他又说了：“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，就打发谁去吧。”奇怪，上帝不是打发他吗？或许我们可以说，摩西找的所有的借口要来推辞。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可能摩西他看到自己的缺点，自己的软弱，然后呢，在上帝的面前他提了出来。我们来看上帝如何的回应他。当摩西第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，上帝告诉他说：“我必与你同在。你将百姓领出来的时候，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个就成为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”然后第二个问题的时候，出埃及记第12节，刚刚那一个，然后再接下来第14节到18节的时候，上帝这样的回答他：“我是自有拥有的。”又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上帝又对他说：“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你们祖宗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一直重复在跟长老也是这样说，在对跟以色列的百姓也这样说。然后17节他说：“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当中领出来，到了那个迦南地，就是应许之地，去流奶与蜜的地方。”第18节说：“他们必听你的话。”上帝说：“他们必听你的话。你和以色列长老要去见埃及王。”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因为摩西认为自己的不够，然后上帝就踏在前面说：“我与你同在。”然后我们又看到，上帝在差遣他的时候，
用2个事情、2个神迹来做记号，就是让他的手杖变成蛇，而且又把蛇变成手杖。在这个经文里面说，手伸出来，拿出他的尾巴，他必在你的手中人为杖，然后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是向你显现的。然后接着我们又看到说，让他的手变成长大麻风，有得医治的神迹，这就变成他的记号了。这样我们看见摩西因为面对承认自己的软弱，然后也学习了依靠上帝，凭借着上帝的同在、主的同行，摩西能够胜过一次又一次撒旦或是埃及的这个众神明的攻击，度过十灾也好，过红海也是一样他不是凭借着自己，也不是凭借着埃及的神明，更不是因为自己当王子的能力，而是那一位原本他不太认识的，却呼召他的全能上帝。法利赛人质疑耶稣基督赶鬼的权柄是来自别西卜，可是可能他们对摩西的记载不够熟悉。他们不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度过十灾，不是凭借着埃及的众神明；过红海不是凭借着自己的能力；出旷野也不是凭借着金牛的带路。如同耶稣基督回答他们的，他这样告诉他：如果我靠上帝的灵赶鬼，这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掌权了。所以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防备如同像法利赛人一样的错误的心态，要防备撒旦的权柄。然后呢，最好的防备其实就是像摩西一样，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知道自己的软弱，然后呢，穿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的军装，与主同行，打一场美好的仗。